現在不止超高樓，一些公寓比較低樓層的，假設如果你像場地是安全的話，遇到濃煙關門，然後就地避難，然後打119，消防人員會報你的所在位置，然後讓消防人員進去把你帶出來。從市長上任到現在，總共花費了9億多，相關的救災車輛消防車有99輛，相關的救災車輛達到222輛，明年還有2輛的雲梯車會啟用，包括明年的總共有7輛的雲梯車，在雲梯車的採購上就已經花費了2億多了，所以在這個可以證明說，市長對消防救災設備的更新、替換方面是非常的照顧，希望這些設備都不要用到，但是在用到的时候能夠及時發揮它的作用。它是我們市场任內第一部最高的52米的雲梯車市场任內總可以汰換了5台雲梯車，前面4台的部分都是32公尺的，這是第5台是最高的52公尺的，採用我們瑞典大廠的全新底盤這些安全裝置包括 AEB 的自動緊急剎車跟我們車側的穩定的部分平台負重的話可以到達500公斤出水量可以到3800公升。這台就是更偏向於有電腦輔助控制，在操作的順暢度之類的，就是比舊的311車還要更快速了。它架梯只不用大概20秒就可以把梯子架好。总共有大概目前是22台無人機然後我們的消防機器人总共有12台，都有搭載相關的我們的熱顯像儀，可以從空拍監視我們火場的溫度，還有我們的消防機器人也是有搭配我們的熱顯像儀跟我們的五用气體探測器，可以探測我們現场的一些有毒的气体。空拍机的部分，它還有結合我們的 AI 的一些辨識功能，可以辨識我們的除了水域的人像跟我們山域救援的人像，這些都有透過一些 AI 的科技來做結合。掌握施政3分鐘，台南進步向前衝。請用雲梯展地護家園，衛星火柴天力氣。為了因應這個新形態都市的高樓林立，消防設備高空救火或者高樓救火的時候，非常需要更精良的裝備。我們特別斥資3650萬來購置52米高的雲梯車，可以說是目前為止台南市也是最高的雲梯車。所以說面對将近16層樓高樓的火警是可以進行滅火的動作，加上它水柱的高度這樣上去的話，可能將近20層樓高的這個火災都可以應付。所以呢，我們還是呼籲市民朋友們要做好消防意識，要用防火的材料，在家中或室內不要放这个易燃的物品。平常在家中烹煮食物的时候，要特別注意用火。有好的裝備，有好的訓練精良的人員，但是我們希望這個民眾要有消防意識，這才是保障自身安全、生命財產安全的最大的保障。立法院嘅歡收看6月8號嘅中嘉台南電新聞。台南市安南區的九份仔中華區，因為當初規劃時無劃設專屬的停車場用地，在人口加建案快速成長以後，造成路邊無法度停車，出現違停嚴重。地處議員李宗誠在總質詢表示，為了解決這個嚴重的停車問題，要求市府到地方召開說明會，提出因應的對策。議員李宗誠以九份仔中華區平均車道無夠8米，不過面對人口快速進駐，建案閣一直起，現況干那施工車輛就霸佔道路，行駛只剩一條車的跨度，不止影響通行，加上跨度無夠，無法度為停車格，所以違停嚴重。議員除了要求建商自行找地停車，嘛要求市府一定要有因應對策。因為敢若去九份仔各中小的地下停車空間長期也是不足，希望日後的中劃一定要納入檢討。你看這個都是所有的施工我們的夥伴的一些車子嘛。其實你看對面圍裡，這邊又停車，你看整個路寬就剩這麼大。你像講這個總控是不是可以去研擬看看吶？你也讓趕緊去探討一點嘛，因為畢竟9份子現在正在開發當中。那其實停車的狀況真的是亂七八糟，而且我們現在
整個包含9份子國中小，我們的通行步道幾乎都做好了。重點是你打好的那周圍是這通行步道，那你其他的人行道根本沒有辦法去行走嘛。是，跟你做報告。所以安尼根本做這都不實際的路用啊。早期的市地重劃哈，都不會在道路上預留人行道的空間，都是讓大樓的退縮去當做人行道了。我想這是早期哈，還沒有這個道路這些相關設施也沒有人行道沒有被重視的時候的狀況呢。我想這個是沒有開發起來的時候是。對，所以我提到的嘛，其實現在有很多的人行道，它也都放置一些廢棄物，有的就是雜草叢生的這個情形。龔局長，你聽一下，這個部分其實我感覺講整個應該。間隔來說啦，我感覺要做一個完整的來探討啦。不管是停車的狀況，整個人行道通行的一個情形，包含陸陸續續，我相信跟我做這個問題，攏一直在發生。謝謝你做的反應。所以這個部分，我感覺講是不是咱愛去好好去研擬。另外，面對梅雨季節可能會強降雨造成積水淹水，地方要展開清掃。不過，議員表示，在高屏那中衛區發現這水溝蓋竟然攏是被鎖掉的，敢是為了防止掉菜頭，所以要求教務局一定要檢討進行了解，避免因此造成淹水的危害。台南新聞軍籍張素維採訪報道。808議員蔡淑惠因為涉嫌詐領助理費議案影響，不過在參與後一屆選舉，配合伊佇總質詢用最後一屆質詢的心情，提出警察車毀損，也甲需要對外向警友會報款，質疑佇制度面的複雜已經有了缺失，要求一定要完善，臨時造成基層員警龐大的賠償壓力，甚至唔敢虐待到。面對基層警察勤務已經做繁雜，不過議員蔡淑惠佇總質詢卻爆料，警用汽機車一旦因為公務毀損，員警也需要面對龐大的賠償壓力，甚至也需要對外向警友會等單位募款。議員強調，這是存在事實，無需要局長辯解。希望第32黨的中正生涯最後一擺總質詢，要求警政單位一定要建立完善制度。執行公務的當下，警車、機車、員警發生的擦撞、車損，不應該求助於警友會來資助。我這樣講對不對？當然，我們盡量在體制內來協助啦。我們一定會盡量來體制內協助。當然一定要體制內。對，我一直在懷疑，是不是體制太複雜了，讓一些員警甚至分局長、局長，你們都覺得說用體制還要寫一堆報告麻煩。那警友會、消防資友會可以給我們一些資助，好你有順便康就來處理就好啊。我們現在一報告啊，應該不是安尼啦，袂使安尼做啦。局長，實在是局長是。我有答應朋友說，絕不在議事廳裡面把它講得很清楚明白，但這個事實是存在的，這是存在的一個事實。你莫甲我爭，你嘛免甲我辯論，這是一個存在的事實。我袂直接黑白講話啦，只是我希望講，佇我可能第32黨的從政生涯，這屆是我最後一屆總質詢，我希望制度做好勢。808議員蔡淑惠講，第一是最後一屆總質詢，正是因為受涉嫌詐領助理費議案影響，未閣再參選，嘛可以感受政治的人情冷暖。特別是當司法告一段落，伊親自送伊後生去警專就讀，互伊再次看見人生希望。會中伊感謝歷屆5任市長甲官員的協助，嘛請選民看見官員甲民代努力，更希望未來制度是愈來愈健全，互台南閣較好。台南新聞軍籍張素維採訪報道。議員蔡惠佇總質詢用伊申請特殊制服的圖片，強調要掠鬼。伊就來質疑烏樹林占地中的土石查驗無嚴格過濾檢驗，所以強烈要求環保局把關。會中嘛講到客停車牌無夠，質疑市府為了替業者營運解套，所以合法綠地白字的營業小客車牌來調度使用，嘛讓消防公車變成效率公車。進一步要求市府避免大型車隊的獨佔，推動在地化經營。
持續關心太陽光電設立的議員蔡玉輝，面對1公頃以下漁電強性暗場嚴重破壞自然景觀甲生態，地方已經反對空政，要求市府千萬唔通擱核准以外，嘛將對烏樹林佔地中的土石查驗無可行性的過程，質疑環保局無嚴格把關，可以佇藝術廳用以申請特殊法的圖片要花掠貴。伊逐代驗無啦，無用一堆囥佇遐，用木式的。啊，你放甲倒喺中，有超過10公，我甲驗攏無及格。伊絕對毋是用目睭看啦。你咧講嘅啊？阮一定愛睇，我無放啊清氣。阮有一定的數量。你放啊有去老道，有經過老道驗無啦？伊毋是咧輸送帶出來，我就馬上睇一堆5,000棟，我會去驗一擺。一台車咧驗，啊你驗的。交我驗的無叫政風處來驗看覓啊咧，有啦，政風處去哦。處長吼，常常咧甲關心這件代志。我也檢舉啊，人家檢舉我也檢舉啊。議員以唔通為綠色款櫃開熱門的監督，也包括因為客人車牌無夠，質疑市府為了業者營運解套，所以核發綠底白字的營業小客車牌來調度使用，嘛互消防公車變成小綠公車。議員進一步要求避免大型車隊獨佔，協助有心投入服務的在地人，嘛加入駕駛行列，積極推動在地化經營。咱的新聞管制張素維採訪報道。台市百貨公所舉行頂百貨街文化健行活動，吸引超過1000名民眾聚集佇公園國小，做為來到頂百貨文化園區。該活動結合運動休閒加文化導覽，帶來民眾來到歷史街區，親歷認識北區豐富的人文歷史加地方特色。上千位民眾佇公園國小集合暖身，參加北區公所辦的頂百貨行文化健行活動。台南市長黃偉綽甲立委陳廷輝日頭早嘛共同出席問答，除了給民眾熱情拍招呼互動，也頒發感謝狀予贊助單位。土家這一下天氣閣足好的吼，所以吼要趁天氣好的時，大家緊來出發，祝大家身體健康萬歲，活動成功大圓滿，好不好？這就是公私合作，我們希望能夠帶動未來更好的一個運動台灣。運動台南的一個前提跟目標。全程路線大約3.2公里，以健行結合文化體驗為主軸，串聯大觀音亭、甲行政宮、開基藥皇宮等廟宇，也開放民眾行訪也未正式對外開放的3年1項藝術之路，沿路宮廟大仙提供點心，舊來發的棉花糖頂館也閣特別印上活動的名，相當用心。行銷我們北區正北坊的一個街道，那也希望借由健走的活動，讓更多的民眾走入北區的老街，來認識北區的文化歷史。北區有濟濟古蹟甲百檔老店，透過健行串聯地方文化資產，互更濟市民感受北區的活力甲特色。全程行了後，阿蓮龜肉湯公園店甲真好歌舞提供冰機，北區里長聯誼會準備涼茶，互民眾消暑。台南新聞說話採訪報道。旅遊景點私房秘境攏底家，特色美食樂利哉，生活時事搶先報，中嘉新聞週報，深耕在地，放眼全國，掌握最新地方資訊。每週6下午1點，就在高雄都會台。林百貨佇今年迎接開幕12週年，以1+2繽紛同樂會作為年度的主題，希望串聯品牌設計、藝文的展覽加熱天遊覽抽機票活動，讓更加多人佇假日林百貨同時，不只是感受歷史建築的水，更是當重新看見遐藏佇巷仔內台南文化風景。百
白衣女舞者手拿各種不同顏色的袋子展示，不要以為他們拿了家裡面阿嬤的嘎吉得呀，這是林百貨全新推出的自有品牌嘎吉 Lab， 取自台灣嘎吉得呀的文化意象，從材質、袋型、色彩到工藝細節都重新開發，不只保留傳統技藝，也融入現代生活美學與穿搭風格。那我們呢，將茄子袋轉換，讓設計跟創新能夠重新來轉譯這個商品，讓大家呢可以透過茄子袋呢看到過往我們台灣的文化可以走入生活日常，而且是融合現代美學的一個作品。在12周年慶中間，林百貨也展現了他對於我們過去台灣人很引以為傲所謂台灣的 LV 嘎吉得亞，它的一個創新，而且深獲虜獲很多人的人心哦。今年林百貨在開幕12周年，以1+2繽紛同樂會作為年度主題，除了串聯品牌設計，還推出巷弄同樂時光特展，向在地收藏家借展古早攤車、童年歐阿邊文化等珍貴老文物，融入復古飛盤互動遊戲，重新拼湊出台南人的夏日記憶。你就回想講較早的人吼，干那一隻卡車就當做生理，這有足濟吼，較早人民生活啦吼，人員家己要去克服吼，看無簡單的所在。林百貨持續透過設計、展覽與文化策展，探索歷史建築與當代生活。這回更與台灣虎航加碼，在館內消費滿額就能抽夏日繽紛之旅來回機票，機會相當難得。記者周懷騰的報道。為了高雄鳳山大地落街開傳統早頓，營業到單已經20檔，雖然無明顯的店面，不過頭家確定每一粒用料豐富，介紹個實在飯圓，讓人客食得飽足，嘛成為不少上班族的最愛。在白飯上加入各式配料，酸菜、榨菜、油條、肉鬆，樣樣都有。飯糰在老闆的動作下快速成型，但實在的分量卻幾乎快裝不進袋中。開在鳳山大智路橋下的傳統早點，雖然一周只營業3天，但卻是不少在地上班族的早餐好選擇。差不多將近20年左右了，會開店是因為家庭也要兼顧到，所以以前是幼教老師，然後後來我就因為小孩子小，然後我先生又上班，然後就是要接送啊幹嘛，就比較不方便，所以那剛好就是我婆婆她也是有那個什麼，就是原本就有在做，然後後來我就想說那趕快找第二春好了，所以就跟着他一起那個什麼學習啊。從清早5點半便開始營業的小攤位，不僅賣着料多實在的飯糰，掛包油飯也能在這裡一次吃到。雖然小店看起來有些低調不起眼，但老闆手做的美味早點不僅有着多元的品項，價格也很實惠，因此20多年來也慢慢的建立出好口碑。我們的飯糰就是從米飯自己煮，然後菜自己炒。我可就是菜的話有辣蘿蔔不辣的，還有酸菜，那個柴魚我自己做的，然後還有魚鬆，還有素鬆，吃素的人用的素鬆。那米飯就是有白糯米，就是糯米飯糰，還有那個五穀飯糰。五穀飯糰呢，不會太硬，就是軟硬適中。沒有華麗的包裝，卻用最純粹的手作與分量，陪伴在地度過匆忙的早晨，也讓這份傳統的古早味在日復一日中持續被記住。記者洪俊傑、李品榮高雄報道。做善事，敢一定愛開大錢。為了桃園就一群人推動100塊小額捐棺木，來幫助弱勢家庭圓滿人生的最後一天。該行動7年來已經幫助濟滿度處理後事的病院戶，而且各將村裡來善款轉做急難救助。台灣鏡頭帶你來看這份看見溫暖社會力量。
隨着社會發展，很多弱勢的人在社會角落遇到親人過世或分離這種大事，都只能自己一個人承擔。桃園市議員游武和多年前受到慈善團體啟發，決定將捐棺的善舉帶回大園，與在地里長及熱心人士共同成立大園原心文化關懷協會，專門為無力負擔喪葬費的家庭辦理身後事。而他們推動的理念很簡單，做善事不是有錢人的專利，做善事不是有錢人的權利。我們只要你肯花100塊，我們就可以來做善事。那比如說你家庭有10個人，那你就捐1000塊10條名字。那我們對外面招募，其實做善事不用去招募，我們都是有認同的來，他會去感染。你像我們一個案件，我們在做差不多募10萬塊左右，但是我們這10萬塊在募就有600-700人在接力，600-700人在捐，所以說一人100塊就有600-700條的名字。那我在這邊重申一點，為什麼說我們每個案件大約10萬塊左右？我相信很多人在做善心掛羊頭賣狗肉，而只要案件一進來，我一募款20萬、30萬，那錢跑到哪邊去？全部用在他的喪葬費裡面去嗎？所有這些費用又跑到殯葬業者身上去？我們不是這樣子，我們每一個案件我們固定差不多7萬5至8萬，那其餘的剩下2萬多左右，我們會以亡者的名字再回捐給我們本會來做急難救助。那假如說，亡者他的身後事辦完了以後，他家庭真的還很需要我們協助，我們會把其餘的善款再捐給這個家庭。協會成立7年多來，已經圓滿了36件入土為安的案件，並完成了71件急難救助，並且為了防堵過去常見的斂財爭議，協會定下嚴格的規定，確保資源公平分配，更要讓亡者有尊嚴地走完最後一程。我們有四個要點。第一個要點，這個亡者他第一手要讓我們接手，不要給殯葬業者接手哦。殯葬業者接手以後，我們不做，因為我們不是營利事業單位，那不是槓秋行利。這第一點。第二點，我們所委託的殯葬業者，你不，比如說我一個案件7萬5委託你，視情況。那假如說你不能跟家屬說，沒有，你這個項目在增加，你這個項目在增加，這樣的殯葬業者我們不要，因為我只要委託你這個金額，你就是要從頭跟我辦到好。那第三個要點，家屬只要接受我們做這個無力殮葬以後，你都不能對外募款，你也不能收店禮，再下來就是說，你不能說，我要求我的骨灰用要5萬3萬，還是說我的法事要做怎麼樣，那我們沒辦法，你假如要這樣子做，那你就回去你們自己做，那我們是希望說，在這整個過程當中，針對亡者，我們絕對讓這個亡者他受到尊重，所有的法會、告別式、棺木、骨灰甕，包括塔位，我們全部到位。除了面臨家庭破碎的長者，協會的救援行動甚至得與時間賽跑。大園原心文化關懷協會理事長陳德勝回憶，他們曾遇過在除夕夜緊急通報的案件。這個案子在除夕過年的這個傍晚的時間點，那我們接到了這個案子，我們馬上就來啟動來做這個關懷。那我們就趕快緊急聯絡我們的合作的殯葬業者，來幫他大體送至我們中壢殯儀館這邊來做冷藏處置。從被捐助者他往生的那一刻開始，就是他一位家長、一位這個兄長陪伴在他身邊。到了走完最後一段路的這個過程裡，也是有一位兄長來陪伴。那由此可知，那社會上需要被關心、被關注的人真的是太多了。原心關懷協會表示，社會上有許多因為名下有無法變賣的祖產，或是子女未盡撫養義務，導致無法申請政府低收入戶的社會邊緣人。
公部門的社安網接不住的，就由民間力量來撐起。他們期盼透過100元小額捐款的模式，匯聚眾人的微光，照亮社會幽暗的角落，讓每一位逝者都能安心長眠，也讓活着的家屬有勇氣繼續走下去。記者李承浩桃園採訪報道。相信大家開車、騎車攏行一路停紅燈，甚至有的道路明明足寬，也閣愛時常開一段停一段。所以高雄市政府高雄局最近的啟動號誌時間的重新整理，希望改善主要幹道的號誌同步，減少行人一路停等，同時減少空氣污染。放眼望去，可以看到筆直的大馬路上，綠燈與紅燈不停地交錯着。高雄的駕駛人們行經路口，多少都會遇到號誌不同步的梅花燈。尤其是炎熱夏天，騎着車一路走走停停，也讓不少民眾感到相當困擾。有時候會比較不連貫啊，對，會有點火大。為什麼？你騎到順順的又被停下來啊。有些地方是有，但並沒有到非常多啊。對，支線因為它可能最主要，它都以主幹道為主了。高雄幅員遼闊，路口密集，加上近年持續導入阻攔保護實項、行人優先號誌以及配合輕軌優先通行等措施，也讓號誌連貫的調整難度越來越高。高雄交通局近期啟動號誌十字重整計劃，預計今年優先針對4大路廊進行調整，希望可以改善主要幹道的通行效率。今年準備要做，那你預計什麼時候可以把它完成？我們今年做的話，就是可能到年底，希望可以包括自由、十全、九如、民主、光華這個4方路廊可以完成啊。所以目前都還沒做嘛，是準備要做而已。對，準備要做，因為他要先收集交通量。計劃將分為4期推動，預計調整20條主要幹道的號誌規律，讓主要道路與支線號誌能夠更有效串聯，減少一路停等的狀況。民眾也表示，如果能夠連續通過3到4個路口，就已經算是相當有感。至少3個吧。至少3個。因為像高雄其實很多路段就是中間隔很短，然後就有一個紅綠燈的，所以至少3個以上，我就是覺得會比較順暢。那預計在這幾年內會把主要的20大的幹道做調整，那這20大幹道調整完之後，大概就是會複製這些邏輯到其他的中小型的道路上。無論如何，我們還是會在每一個主要的道路上規劃所謂的續進帶，讓行車者還是有一個續進距離，來確保就是安全跟順暢這個目標。隨着高雄交通形態越來越完善，號誌設計不再只是單純的紅綠燈切換，如何在行人安全、公共運輸與車流效率之間取得平衡，也將成為城市交通治理的重要課題。記者傳軍高雄報道。感謝收看6月8號的中嘉台南電新聞，我是顧文杰，咱再會。刚桃只来1天也可以保职災保險嗎？可以。啊，我們不是公司，這樣也可以加保哦。可以。加保職災保險會不會很難啊？一點都不難，可以通過統一超商 iPhone 機台申報，或透過電腦、手機上勞保局官網申報。代為申報特別加保的職業工會也能辦理。繳費完成，保障生效。實際從事勞動人員也適用於特別加保哦。特別加保真便利，臨時上工好安心。以後你們想做什麼工作啊？我想當建築師，蓋很厲害的房子。我要當少年股神，投資賺很多錢。啊？少年股神？真的啦！這個群組裡面大家都說老師報的名牌很準，穩賺不賠。這麼誇張？一定是詐騙！政府及櫃買中心一直在宣導，不要加入陌生群組，不要隨便相信名牌，穩賺不賠都是騙人的。汽機車行經路口，請放慢車速，注意周圍人車，並禮讓行人優先通過，避免轉彎死角。
記得到路中心點再轉哦。小心，行人也要遵守交通規則哦，請依照交通號誌指示，走在行人穿越道上，專心快步通過，並隨時注意車輛的動態，在安全處所等待，確認綠燈秒數足夠，再過馬路。